今仔日要前往南投中寮找找我一个老朋友，伊就是我3岁时阵一驶张阿伯。为虾米要找伊？因为阮兜的金蕉食完啊，要去伊的农场补货，无毋对，伊就是我所熟悉的金蕉农内底上厉害的迄个。挂在你旁边，你有没有地方可以挂？看看，先挂着会不会痛？哦，那个哦，这喷草、扑草，哦，臭茶，砍掉的，它不会长好跟你一样高啦。张阿伯讲，因为风台的关系，农园内底的金蕉拢吹倒啊。也毋过，伊有帮我保留一寡金蕉，等我把伊采收、芭乐甲柠檬，就会送我食。为着金蕉，就算讲是叫我挽草嘛会使。有无？你看，这种较黄啊，有无？这个色就是好啊，这个色就是好哦，这高啊伤低，这个紧慢点，紧走。高遐济无紧，迄个嘛是好诶，安尼背。高遐济嘿，我就背出去，啊这高遐伫遮，轻轻啊背出去，嘿，哦，这都慢无来，这个嘛好啊，好，摕较紧安尼，摕拽开，拽开，哦安尼，迄叫拽，轻轻啊叫慢，大来叫拽，安尼台语，拽甲慢无共，这颗这个嘛好啊，来。慢起来，嘿，对，安尼就要拖者就起来啊。慢几条路，因为芭乐高遐上济，所以莫慢伤济啦，你挡袂掉。啊，这是什么高遐？这是迄油香琉璃鱼，啊，这种高遐袂做收啊。农米内底，这种乌高遐，有无？这就是伊的收啊。所以讲这足恐怖的啊。而且伊足歹，一般高遐袂给人加，这拄着人就加落去啊。所以讲。草生栽培也有很多好处，啊，就是这上歹就是这无道。来，这粒，都互你来慢紧，好慢慢翕些相片来，徛起来，徛好。哎，对，你愈来愈咬啊。慢拔是毋是慢落爱都踹者？对。这就是台语无共，你晓讲无？拔啦慢着爱踹者。再已经起来。这是啥物啊？这是番薯叶啊。地瓜的番薯有分2种，这种的无啥会生番薯，食叶啊，有一种的叶啊较歹食，但是会生番薯的。草样的，这种的。啥物？有胶遐，有高遐，有胶遐，会甲我加。会甲我加。张阿伯会过去园内底，敢若咧冒险咧，草发甲真悬。伊讲这是超工的。拢是有机的吼，现前啊有甲迄个生多所、生物多样性研究所遐合作，叫善食府。因为有机的就用牧药啊，不用用化学的吼，杀草剂啥，有机拢不用用。倒来就是我的园仔看，草拢做大，因为最少要超过30公分，这就是要一个。生态的平衡出来，因为遮有石虎嘛，人讲阮是当地人讲鸟麻，伊是生物的定层。因为这草长，所以讲，迄个昆虫啊啥就济，都水蛤仔啦、水鸡鸟鼠啊、粪鼠食会来，鸟麻就物件好食，伊嘛是会来遮行。因为风台拄啊过，我嘛发现。倒伫涂骹的金蕉，我感觉真无彩。遐的金蕉原本是买互我食的，一堆香蕉的味道。你看这无还袂大籽，就拍倒的，所以讲这个无法度收啊。这就留互啥？留互鸟啊、甲鸟鼠啊、碰刺食啦。我这还有碰刺啊。哦，这无这丛无落收，这已经无够大。无够大。啊。像这无共款，你看这叶仔有无？甲正常的迄叶仔无啥共。这正常的叶仔，
这是你看遮这有无？小可有差有无？你看伊的叶仔的色甲叶仔的形吼，啊，这看就知，这就是小的啦。小的，人讲小的种，伊这吼生出来足细强的啊，不好吃袂食的，它就是坎文病毒啦，它就是生病了啦，到遐传来传染的啦。哎，哦那这个白色的是哦，这是伊的头，哦金蕉头。金蕉头，哦，哎，好。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香蕉的头是那个是白色的。豆有无？看到遮尼济倒伫涂骹的香蕉，虽然毋讲张阿伯，也是要去乐观，因为遮会使做堆肥，嘛会使互其他的生物食。好佳在阿伯的果子园，还阁有种柠檬，我赶紧斗相共采收，互伊会当摕去卖。啊，别跟你讲，这柠檬有刺，你手去就对啊吼。哦，柠檬有刺哦，有遮有刺，有无？柠檬较野性，所以有刺。哎安尼，手柠檬摕的，啊你这有无？对遮，你讲加落这个汤里吼，啊对遮加落，啊来倒一个，安尼就好啊。你好爱看金蕉哦。嘿，把它切落，手蛋，好啦。哦好来，拜哦。哎再加，哎不是这安尼，手偏过有无？这个平的这平爱对下面，安尼毋知加会到底。这个吗？这粒较黄有无？迄色无共。哎，对好安尼好。你这个加柠檬加拄只慢慢啊无共吼，慢慢是爱串，柠檬咱用这加多就免串，好来，慢慢啊加。了这后壁拜六要摕来卖啊，我写一个这是张一招加的，哦，你提一提看，哎，用两手刮开，不是整合啦，规地啦，规地。来，好，我看你今日柠檬加了有济无？哇，我都夹不掉啊！好了，很重了，给我想先采一个。好，因为这土较淡淡，啊，袂用介做金蕉奶啦，随便。做迄个凉餐的迄个啊，阮细汉拢安尼算，阿伯你看，这有啊，这个是白色的汁，白色的奶，摊涂沙粉啊，拿来哦。啊，摕去水洗洗了，剩的就黏黏。阮就是摕来做黏餐呢，黏咸。有无？咸你知无？黏咸是啥物？蚕啊，会叫那个蚕啊。哦，就是用这个。哇，这个是出来，也未成熟，也未好的金蕉有奶，啊，迄奶就用做来做黏梯，阮讲叫黏梯啦。你看，啊，未熟的较有就对啊。嘿，都我摕好，拄只后壁甲恁摕。对，迄后头就是安尼刮，搁刮一个，对无？对，细字，后壁细汉就讲挂这去做金蕉奶啦，过黏梯黏餐的，啊，这个囡仔无安尼算啊，但系唔甘啊，细字我摕好。张阿伯讲，伊小孩3年就开始斗相共，蛮溜丁。我即马是小学2年，就已经会晓挽巴拉，甲这柠檬，应该比阿伯搁较厉害。我想小等一下，金蕉应该会当加食一粒哦。其实，阮当然金蕉袂输金蕉，其实金蕉上好食应该是一大山怪向东甲迄个九份23吼，这边这山附近的金蕉，这土麻甲迄是上好的。金蕉惊风嘛，金蕉叶也破去，迄营养分就无好，长无好。啊，阮遮较严风，较无风，所以讲会较水。倒来，阮暗时较冷，所以伊的生长力较大，所以阮的金蕉会较 Q 较芳。
看到阿伯的果子园，互我体会到，原来要种出这款好食的香蕉，实在无简单。就那亲像一粒米8粒瓜，我手头摕的香蕉，嘛是一粒香蕉8粒瓜。香蕉食完了后，张阿伯讲要带我到果子园边啊，可能有300年历史的灵门庙拜拜，请神明保庇我老读册。这间庙真特别，神秘的像是石头刻出来的。即马我要请问小峰老师，为虾米这间庙啊会伫果子园边啊咧？请问小峰老师，这到底是为虾米咧？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话安尼讲田头田尾土地公，就是讲你伫这个田的头前，遐有一间土地公庙啊，行到田尾另外这边咧，佫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原来土地公这个概念是台湾这个道神信仰内底的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其实伊的地位真高哦。所以你看咱一般土地公庙吼，真细间，甚至到咱骹头有意义。台湾到处拢有哦，你去嘉南去到五南边哦，到处农村吼，拢定来看到这个土地公庙。这个信仰真普遍。一般就是讲为中国来的汉人开始伫遮开始拜这个土地公。通常土地公的祭拜拢初26，祭拜土地公其实就叫做做月啦，做月。所以规年透冬最后迄次在拜土地公就是尾月。所以咱讲咧食尾月，就是最后迄摆拜土地公了后咧食尾月对。土地公这个概念就是讲土地神有伊的管区所以这个庄头还是讲这区田附近，伊拜土地公呢，伊就负责管这个庄头这个田这个附近，这人民的平安甚至求发财拢向土地公来求。嗨，咱各位亲爱的台湾囡仔，大家好，我是阿明阿兄。咱头拄看到张鱼草去倒位去阿明的这个故乡南投阿明住在南投市，但是伊去的所在或者是中寮，伊去农园咧体验讲咱讲去挽香蕉啦还是讲去挽这个柠檬也好。其实咱要教一句俗谚语和香蕉有关系哦。香蕉吐囝为囝死香蕉吐囝是什么意思？就是生出香蕉啦生出香蕉了后，这个树仔长就会死去哦。所以咱看到这个香蕉树仔斜啦就莫去甲扶因为已经生出一斤的这个香蕉代表讲啥物咧？父母请养囡仔是我尔用心一世人就是要甲这个囡仔请养大汉了后，伊的任务都完成尾这个香蕉长倒去了后，就化作青肥啦所以咧，咱今日就用香蕉来做啥物料理咧？香蕉来做香蕉煎饼哦。安尼咧，咱今日的主角就是香蕉咱看来讲这个香蕉安尼是这个一日香蕉安尼有人讲是一皮规茎的咧是几啊皮安尼所组合起来所以伫遮嘛甲香蕉的这个量数咱就是甲伊切好0.8公分的感觉，7片、8片。好，来，即马鼎若受热，咱又咱甲浸落去过来，伫咧超商内底拢买到的这个两饼皮啦好，轻轻松松安尼，咱头拄切好的这个香蕉，买当差不多就好落去咯。好，就安尼甲铺排落去，摆好势。这个时阵，同款鼎洗一下，介意食起司的，咱就甲浸落去。咱这个料理唔免真久的这个时间咱等下这个料理咧就开始咯，食起来不哩啊赞。即阵咧，咱就甲这个两饼皮要甲拗一摆，咱先拗一拗，拗一摆，一拗对无？过来换这边，一拗，好，咱就甲伊黏好条，定型一下。另外换这边。好，过来换这边，
好，搁会定型一下，准备，好，安尼就把它变过来。好，因为后壁有这个气势，真紧就会使好势啊吼。好，有听到声音无？比比宝宝。哦，这个色水嘛真水哦。这个时阵，咱就会当甲伊摕起来咯。好。过来咧，就是把咱所有的这个水果放去咯。啊，留顶来放上边一寡花菱果放一边，搁一寡高头果。放来，安尼差不多完成啊！吼，咱就用这个哦炼乳咧，免伤济啦吼。安尼，咱的这就完成啊！这个食卡好食饱的金蕉煎饼。今仔日咧，张义超就带咱来看这个赵阿伯伊这个种金蕉的金蕉。啊，讲到金蕉呢，咱拢知影以前咱这个囡仔的时候，查甫囡仔咯，拢真爱踢馆啊啦，去牵绳啊啦，查某囡仔拢真爱去跳街啊啦，跳绳啊。讲到跳绳啊呢，有两个人吼，拢伫因一边摕着草绳啊，害一个圆，中间有一个人伫遐跳，两个人咧害草绳的时呢，迄个咧跳绳的人踩着绳啊，搁换人做。有一首跳绳的是甲咱金蕉同款，金蕉长手球红，开花21、256、257。200、29、31，金蕉长，金蕉树，手球开花21、256、287、200、29、31。哦，这就是讲跳绳的时会念一寡迄个概念嘛吼，就是像我拄仔咧讲，沿路跳，就沿路讲金蕉长啊，手球红安尼。佮另外一个童谣嘛是甲咱这个金蕉有关系。这童谣是咧讲，花金果来食茶，茶烧烧食金蕉，金蕉灵灵食灵灵，灵灵爱八壳，换来食芭乐，芭乐转转子，害阮食一个落喙去。这就是讲，咱的童谣内底，咱的杂念内底，除了跳绳啊，有咧讲金蕉的代志。嘛有童谣你讲这个食茶，茶烧烧来食金蕉，金蕉冷冷，这就是今仔咱咧讲食金蕉的一寡童谣的杂念啊。真欢喜，我今仔食到好食的金蕉，小伊个果，一粒米8粒汗，我感觉一粒金蕉嘛是8粒汗，拢做辛苦。台湾囡仔轻松行第好名料理甲老瓜，欢迎大家订阅甲分享，咱下一集再会。